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如今活着，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高举主的名，欢呼和散那至高之主，仰望全能荣耀的神。哈利路亚！姊妹平安，真欢喜！伫礼拜主日，咱会当伫教会来敬拜咱的主，咱要来学了咱的主哦，吼，咱要斗阵来唱阳光的君王是和平的主，来三角来学了咱的主。这位主是宇宙万面的主宰，是圣洁甲公义的。请咱起立，你来。你是阳光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有流万民主宰，只有你圣洁公义。咱要来感谢俄罗主，咱用上帝的话，咱来领受请。歹人请事表示上帝，心内讲你无要稳固，你已经看见
因为恶道、怨道、离间、暗杀，要用你的手报应，无因我的人将本身交代你，你是帮赞无白的囝个，耶和华啊，谦卑的人的心愿，你已经听见。你要明白因的心，你要耳耳听听。听你这边，请咱斗阵伫上帝面前，咱来祈祷，伊要听，咱来祈祷。咱嘛认咱的罪，咱若受得罪上帝主要来赦免咱，只要咱认咱的罪，好不好？我来数到1、2、3，咱斗阵来祈祷。1、2、3，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啊，你是主啊，你是你，主啊，你是拯救我，主你是主的主，主你总是互我过一遍的机会，主啊，因为你你是无听从你无来放杀我，主我感谢你拯救我在阮离了你，主我就袂悔做啥物，是不是阮得罪你，主得救你来赦免我，主使主你来主你，主恳求你。亲心欢迎，哈利路亚！阮感谢主，主啊，你是怜悯主爱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信实直到万世代，你来守护你赦免是阮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瓦靠你，当有搁一遍的机会，阮会当来主你来讲，主阮愿意，阮来跟对你，主阮要行伫你恩典的道路中，阮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坐。坐下，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国家，诚实要来祈祷。咱要来看上帝互咱的应允，请。耶和华，我靠你，求你互我永远无见笑，照你的公义拯救我，求你耳康听我，紧紧来救我，做我坚固的石环，做拯救我的卫所，因为你是我的山羊。我的山寨，所以求你因为你的名来引带我，指点我。咱来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咱开喙，来我数1、2、3，咱就到阵咯，哈！来1、2、3，请！哈利路亚！主，你是台湾的主，主啊，你是拯救阮的。万主的主，阮感谢你，阮要奉你的名来祝福台湾。这块土地是主你所创造，是美丽的宝岛。台湾的美丽，台湾的愿望是在地主，毋是在地人。主，阮感谢你，你无放杀阮。主啊，你豆豆成做阮的快乐、帮助甲愿望。主，不管这世代安怎改变，主你的听永远无改变。主，你是阮唯一的依靠。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嘛要为着有需要的人因为这是主所关心的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请。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求，用好美将的心愿，愿你个个少年亲像伊照。听你这边，咱有即几方面的需要无？辛苦白听，也是咱的婚姻，咱的感情，咱的事业，咱的工作，是伫各方面，咱的主学业，咱囡仔学业，主拢关心，特别是咱甲人的关系中间，主是和平的主，伊关心你甲我，要来祝福你。你若有即几方面的需要，等一下，因为牧师讲1、2、3，你会使起立，咱的即个牧长会去你的边为你来祈祷。其他的你若无起立的，你嘛会使摕你的手，你所探听的所在，来搭伫遐，来甲主的面前来祈祷哦，好，你若有需要的1、2、3，请你起立，阮就逐工来为你祈祷，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是听阮的主，主啊，阮奉你的名，主，阮用信心，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要将阮一切忧伤烦恼
知阮的一切，你嘛是阮的一切。主，阮恳求你，伫阮辛苦病痛，也是伫阮的心灵，阮的学业，阮的事业，阮的感情，阮的婚姻，阮甲人的中间的关系，甚至主，阮家己拢毋知，就是干那感觉无平安的。主啊，恳求你正做阮的平安。主啊，恳求你医治的大气来充满伫阮的心上，阮通好来人来见证主你奇妙的作为，因为主你是听，主啊，你是大权能的主，主阮感谢阿罗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为着主你来守望来祈祷，请咱来读上帝话语，请。你是行奇事的上帝，你捌伫万百姓的中间显明你的权能。你捌用你的手赎回你的百姓，就是雅各甲约瑟的子孙。兄弟姊妹，咱有即个福分，诚做上帝的囝儿，上帝无要干讲你是我的囝尔，结果你拢毋知影你有偌好业，你搁咧做迄个好业人嘅去食，毋知影家己讲我有真好业的阿爸，总是我呐，逐工拢真艰苦。咱的主要互咱甲伊的关系搁较好好，特别是伫咱教会的服侍，伫教会中间，咱的主就是教会头，咱是甲伊是衫，是肢体所以咱伫昨甲今仔日，咱有决心，同工退休的，咱伫遮规划，恳求上帝来带领咱的教会诚做即社区的祝福。为着本周即个受众团的训练，青年时间定期会，甲儿童牧区后礼拜要去屏东的和平教会要来遐观摩，要来退休会，恳求上帝带领。咱嘛要为着第二区的区长陈丰顺长老以及小组长，恳求信心来带领，互因伫迄个所在的社区真正出入平安。主享受因伫个服侍中间哪听主就哪甘甜，哪听主哪服侍就哪有困难咱嘛要为着今仔日的主日来祈祷，请咱起立，到主的面前。主来求，拍开咱的心，信心即是要伫咱的中间。1、2、3，请咱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是疼痛阮的主，主啊，你赏赐主你，就是主你上大的疼。主啊，阮感谢你，你互阮停止，主啊，你也互阮停止即世间的一切，阮就是单单专心来倚靠你，阮将阮的主力仰望伫你的手中。主啊，阮知你是教会头，主啊，阮要听你来将做的名头。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的恩典，主啊，你诚做阮主日的主，主，阮感谢你，互阮有即段的时间，甲主日来相拄。主啊，恳求你，互阮伫即个教会，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家人长老教会，主啊，互阮所做的下你主意，互阮下你旨意，互阮会当伫即社区，伫即世代，真正做光，诚做业。主啊，阮感谢阿罗你将今仔日的聚会仰望伫你的手中。主，阮拍开阮的心门，恳求你来，信心恳求你来。主啊，你来对阮讲话，互阮听见，阮阁愿意照安尼去行，将做阮一生的祝福。阮嘛要用主，你较是阮的祈祷文，阮要安尼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旨意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写咧阮的辜负，亲像阮也写咧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伫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全地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上主，唱歌来到伊的面前。但咱只是要用欢喜的心、感谢的心来进入主的圣殿。咱做伙来学咱的主上帝，着用感谢的心进入伊圣殿的门，着用学咱伊美的圣所。我要讲这是上帝所听到的字，你心中咱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心中咱着
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用感谢的心，真挚的心变热闹，着用快乐的你的心所。我要讲这是上帝所听到的字，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用感谢的心，着用感谢的心，真挚的心变热闹。着用快乐的你的心所，我要讲这是上帝所听到的字，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咱请三楼的兄弟来唱。着用感谢的心，真挚的心变热闹，着用快乐的你的心所。我要讲这是上帝所听到的字，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最后来唱，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咱请二楼的兄弟来唱。着用感谢的心，真挚的心变热闹，着用快乐的你的心所。我要讲这是上帝所听到的字，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最后来唱。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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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搁较欢喜一下来，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哈利路亚！感谢主，咱将掌声归予咱伫天顶的主上帝。请坐，请坐。感谢咱的主，伊是咱一生的倚靠。伫咱的生命中，若是有基督耶稣来做伴，咱就拢通安然自在，徛伫主的怀抱内面。阿免吗？咱用感恩的心，咱做伙来唱基督耶稣来做伴。主耶稣，因带阮的脚步，亲像点着人生的路途，无论风雨偌大，无论风雨偌大，我一生我心要。
谢咱的主，因为伊有丰盛的慈爱，怜悯赦免咱的罪。伊所受的逼迫，咱会通得到医治；伊所受的刑罚，咱会通得到平安。咱就要拍开咱的心，将咱的恶恼献予咱的主。咱做伙用我的心得到的称颂耶和华，来到咱的主。我的心你着恶恼耶和华，但为你的恩惠，以赦免你隆重的罪和爱，以和你隆重的美。我的心你着恶恼耶和华，但为你的恩惠，因应定爱主比罪的免流，被世间的人心怀。天归的有也平安，伊的慈爱也是个平安。当比赛那有乱，伊无咱的罪看离开咱欢乐，也无我有你灵魂的，有得到新的慈爱，对面完的到永远，也无我一心。
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你是阮的牧者，互阮无欠缺。你是阮的出路者，你要引带阮行伫永远搁新的道路。你是阮的医治的，当阮面对阮身躯病痛、心灵有这惊吓不安的困境时，你也是迄位享受阮平安、享受阮医治大权能的主上帝。阮要伫遮来学乐来敬拜你，帮助阮每一遍的学乐，每一遍的敬拜。你欢喜伫遮来感染，欢喜伫遮甲阮三甲同在。每一遍伫礼拜中间，陪伴阮的心来领受主上帝你的真理，你的真理，互阮看见恩典，看见阮需要倚靠，看见阮的软弱，也看见阮什么时阵倚靠你加添互阮快乐的，阮就凡事拢会当去面对。甚至会通赢过阮的困境，愿主帮助阮心神甲主相通。你的意念正做阮的意念，帮助阮伫礼拜中间，甲你有联系，也领受对你顶头来的智慧甲聪明，互阮会当选择迄个上好的福气。就是邀请主耶稣伫阮的生命中来掌权做主，愿主伫阮的祈祷中间来接纳、甲应允，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念圣诗，圣诗第152首，救主听痛的声。请会众起立，咱来吟全首。我
同心来祈祷。赏赐恩典满满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主爱圣手的引带，互你所设立的迦南教会55年来的路径，拢经历主你的恩典甲疼痛。主你呼召竞选好的牧者、忠心的奴仆、信仰的前辈，做伙服侍起造主你的教会。日日加添信徒伫阮的中间，也互同工会当领受主的异象，来开拓、丰温、加光新的道场，分享主你的疼，来关怀济弱小的教会。佮赏赐阮有新的眼界，伫今年会当顺利来购买新的会堂，要继续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互阮周围的社区、家庭，甲遮的学生，拯救因失丧的灵魂，来扩展主你的国度。我要感谢你的赏赐甲疼痛，保守你的羊群得到养饲，会当听主的话语来过圣洁的生活。虽望有时阮拄着挑战甲攻击，有主你的瓦靠甲同在，互属主的百姓会当清静安稳，徛起伫平安的厝。我嘛要宣告，上主你是阮永远的石盘，开阔阮教会伫即个地四面的境界，互阮会当诚做好的产地，茂盛的葡萄树，会当生炭济济，传承久久。主，阮感谢你是价顶的恩典，也因为你的国话，互阮的所信的是有望的。阮要日日谦卑来认罪悔改，脱去迄个旧人，穿起迄个新的人。恳求主赏赐活水，对答了后，互阮的性命会当得到管压，永远袂孤单。也求你来医治安慰阮中间有心灵受创伤的遮兄弟，会当成做阮一生的避难所。恳求主，互阮会当专心来跟对主的脚步，成做基督的精兵，为主来征战，通荣光上主，也利益别人。阮求主来保守伫本礼拜守情团的训练，11月21有青年牧区定期会，以及恳求主来带领儿童牧区，到伫屏东要进行同工退休会，一切拢会当平安顺利。恳求主赐福满满，互家内的同工会当得到装备甲操练。我也要为着第2区，也就是第2、第5小组来祈祷。恳求主来温高区长陈phong成长老，会当引带第2组甲第5组。求主来赏赐伫所有的家庭、工作拢会当顺利，学业进步，心灵健康，家庭会当和乐，出入一切拢会当平安顺遂。求主赏赐平安甲喜乐，互所有的兄弟会当委身来参与伫教会服侍，并且来参与小组的聚会。阮伫遮也恳求主赐福伫阮的牧长甲核心的同工。伫即2天所进行的核心同工退休会，互我会当深入来检讨，造就彼此，互相来勉励。伫要来新的一年，我会当遵照主的旨意来做新的事。求主掌权伫各工部、牧区甲小组，不断来创新精进，学习运用科技的连接、新媒体、互联网，来分享信息真理，传扬见证主的疼，也关怀需要帮助的人，同心来建立全教会福音的平台系统，合一来拓展主教会的圣工蓝图，互捌主的遮个人，拢会当透过阮新的做法、新的作为，时时来领受真理的教导，甲主连线三通，永袂分离。阮只是恳求主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告我老牧师的喙，伫所要透放主你的话语甲信息，会当成做阮的
性命的灵粮甲帮赞。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即是来交托启文，启文伫圣诗的后面第58篇，也就是罗马书第8章。关系遮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为咱，啥人会当理解？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嘛袂被束缚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最伊人是上帝。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佮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他做上帝的正名，要替咱。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散车，是危难，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恁的缘故，愿为伊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得要刣的羊。拢是伊遮的一切代志，咱好听咱的上帝行到有顺。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人界的同人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也是地的神灵，也是其他的弟子。这声，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这是咱要请第6区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歌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耶和华所定着的日。
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3章第12节到35节。使徒行传23章12节到35节。台语汉字本伫新约部分第163页，其他的版本请大家看面目。23章第12节，现着我来读。到天光，犹太人结党咒蛇讲，若无到杀死保罗，毋啉毋食。安尼当心咒蛇的有40外人，就阮遮的祭司头甲长老讲，阮遮的已经就动蛇，若无到杀死保罗半项物拢毋食。当恁甲公会着甲千总讲，请伊带保罗到恁的面前，若亲像恁要搁详细查问伊的案情，阮已经备办好啦。伫伊未困活的时来杀伊。独保罗的外甥听见因要排伏，就去日营甲保罗讲，保罗叫一个霸总来，讲带即个少年人去见千总，因为伊有代志要报伊知，就牵伊带伊去见千总，讲迄个上官的保罗叫我去，求我带即个少年人见你，有代志要甲你讲。千总牵伊的手到偏僻的所在，问讲要报我知甚物？讲犹太人三约求你明仔日带保罗到公会，若亲像你要详细查问伊的案情，求你无得趁伊，因为因有40外人埋伏伫长等伊。因捌咒蛇讲，若无到杀死保罗，毋啉毋食。当已经备办好，得听候你稳准拿定。千总甲少年人去，吩咐伊讲，毋通对人讲你有将遮个代志通知我。第23节，就调霸总2人讲，备办步兵200，马兵70，野枪的200。今暝日间去该撒利亚，搁备办精星，互保罗骑，保护伊到总督菲利斯遐，就写文书。遐个大略是讲，克罗丢鲁西亚请安总督菲利斯大人，即人互犹太人掠，要杀伊。我一个知伊是罗马人，就带兵去救伊。爱知因搁伊的缘故，就送伊落因的公会，查出伊受苦是为着因律法的辩论，并无应该死、应该绑的案情。有人甲我讲，得要有计谋陷害即人，我即时找伊就问你，也命令告伊的人，伫你的面前告伊。第31节。兵丁奉命令，将保罗透面带到安提帕底。隔日，互马兵甲伊去，因就倒去营盘。遐个马兵入该撒利亚，将文书献总督，就互保罗徛伫伊的面前，看了，问伊是甚物姓的人，知伊属基地家，就讲告你的人若来。我要详细听你的事，就吩咐固守伊伫希律的衙门。以上，咱即是要请本堂刘应炎牧师来讲道，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心活心，心活心。有牧师兄弟姊妹平安。咱的主的心活咱的心，咱有感受到无？咱的心若还阁有跳。咱的主就是安尼，咧跳动活咱的心。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不管阮有相信你，还是无相信你，主啊，你透过阮心跳，有当呼吸，互阮知影主你的心活阮的心。总是主，阮哪会定定拢无感觉？
阮敢若是石盘心，阮敢若无法度感受到主你的心跳，阮毋知你的旨意。主啊，恳求你透过今仔日保罗伊所经历的即段真惊吓的代志，总是主伊脱离遮的困苦，脱离人所设计的。主你安怎来引带伊？主你嘛要来引带阮。恳求你开听，互阮的心会当知你的言语，互阮知你话语，阮照安尼去行，成做阮一生的帮赞，甲生活的准则。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知心我心，咱就知人心咧想啥物。咱嘛知上帝心意，哇，安尼咱就真厉害。安怎厉害？敢有比即个人工智慧系统较厉害吗？伫4年前，伫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时阵，逐个即个所谓的民调吼，哇，拄开始拢摇着，总是结果拢毋对总是敢若有一个用人工智慧，就是印度即个间公司。伊真正是神准伊迄阵就讲川普会赢，所以伫今年来选举的时阵，哇，逐个都讲哇安尼人算袂准爱叫啥算？电脑来算啦叫 AI 来算才会准兄弟姊妹事今到今仔日敢有准？敢若无听见因为即摆还佫乱吵吵咱毋知影美国到底啥物人即个选赢，因为即摆还佫非常的乱。兄弟姊妹，啥物人讲才是准呢？我想咱拢知影即句话人算不如啥物？咱有安尼经验着无？有无的人敢会使举手，互我知影。无经验着这明明经着。我是毋是袂英语？我是经着啥物？我想讲，应验牧师要结婚前佫有阮教会长老甲我讲，你毋通嫁迄个你若嫁迄个半年，一定会离婚安尼啦本来想要离婚啦，我为着即句话讲不爱离婚，干嘛呢咱知咱的主心意足想要互咱知，总是咱敢有听见，咱敢有感觉着伊是足愿意甲你讲你爱安怎行，总是你爱有听见有一群人因拢信上帝，犹太人，咱今仔日经文就咧讲对转一遍犹牧师讲的咱这敢若8点档咧愈来愈精彩安尼保罗去互伊古早伊遐好兄好弟犹太人掠去问啦问讲就是讲你即摆是安怎？你即摆信迄个耶稣你即摆拢甲阮无好你讲一个到底安尼。当爸犹牧师咧讲的时阵从差一点仔要甲伊拍啥物拆食落腹，你知影哇即个看毋是细即个船长看嘛毋是细安怎会变安尼即个保罗足巧的上帝的心就介伫地看讲即分两边一边撒都该人因爱啥物，因相信的甲即个法利赛人相信的无共，因为有一边是相信国外的主，所以这保罗伊就真巧，伊就慎选即个时阵来见证伊所信仰的。伊就讲，过我所信的，过我，互人会当对死过我的一位主。兄弟姊妹，咱即马敢有相信即个会当互人对死过我？你的生命中，你甲人的关系、甲上帝的关系，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甲囝儿是谁关系，甚至甲家己上亲的人的关系，即马是死还是活？阿免，搁活阿免。我知影真侪人即马伫咧真痛苦中间，敢若要死若害，死搁毋诚死，活搁毋诚活。兄弟姊妹，保罗搁一遍要甲人讲，伊伫要互累死的时阵，主甲伊讲，你着好担。当礼拜犹牧师上尾甲伊讲，伫迄天伊安尼去互船长安尼紧甲伊足乱的中间甲伊救出来，迄天的阴暗，主徛伫伊边仔甲伊讲，你
即个所在见证，你将来要伫一罗马嘛要来见证我。兄弟姊妹，咱嘛是要经验即位。即马虽然咱看起来无远望，咱的环境，搁咱互咱安尼敢若袂透，互咱敢若哇足不足的，总是主要来带领咱。虽然有人要算计咱，就敢若今仔日经文，来到迄天阴暗，伊拄着上帝，互伊即个上主甲保罗讲，你着爱勇敢，免惊。过当工就有，过当工一寡人，前一工遐个吵架的人两边吵的人，竟然有40几个咯，开始七楚讲，安尼是咧创啥？咱的目标是保罗，咱谁人家己先乱？好有够气，毋甘愿，即摆安那？就咒诅讲，互阮40几个，原来食歪啉，除非保罗，互伊死。哎哟，咒诅遮尔重哦，甚至伊安那讲，阮若是安那？阮若是伊也无死，阮死拢无要紧啦，同归于尽啦。因去找啥？经文中讲，伊去找这水头甲长老来讲即项代志，就是安那，因要算，要设计，安那就要互保罗袂当活啦，总是向算，向讲，才有准算嘞。啥物人讲较准算嘞？兄弟姊妹，请问恁咱会晓算数袂？咱拢安怎算？1甲9，倒一个较大？9较济对无？咱数学老师头一个，你看伊偌厉害无？一个就讲9，有影吼？咱有9项甲1项，咱感觉倒一个较大？9。所以咱一生中间，咱可能敢若有一位上帝，总是咱定袂记你日时啊看臭早起来无看这教会，如无看上帝话，总是咱要较紧去追求啥物？我较紧的要来甲隔壁讲话啦，伊昨讲迄句我有够气的啦。我今仔若无甲伊讲倒转来无赢伊转来我爱食早起顿啦哪会敢若甲拄则迄共款哇，即项我要钱较有啦，我要爱3，我要爱7，我要爱8，我就是要爱较上。总是兄弟姊妹，咱敢知，咱毋是干那活甲囡仔日尔。应该无需要讲1比9大，是安怎讲？咱数学老师马上抬头，因为还有下一步。兄弟姊妹，咱毋是看囡仔日尔，咱看久长的。安尼才能9大吗？9变很小，对吧？非常的小，所以兄弟姊妹，谁大谁小，谁说的算？当然是咱的主。咱的主有永远的算盘，咱要安怎照主的看法，咱来算咧。遮个人无咧看遐，尤其遮祭司长，咱若搁较接落去看遮长老甲祭司长明明知影即群人要甲保罗要甲暗杀，总是因拢无见害，嘛无讲反对，对咱经文咱就知没有说 no， 没有说安尼毋好哦。兄弟姊妹，当咱若知影毋好的代志，请咱一定爱讲。主互咱的是物，咱就爱讲。安尼毋好做，咱千万毋通做。是安那？因为咱的上帝要安那算数。咱毋是敢若活着甲囡仔日，好，互咱敢若活甲囡仔日，去主遐咱嘛走袂去。主要甲咱一笔一笔来算数。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心爱甲主相活。主一直活咱的心，但是咱一直安那，咱一直走，咱一直走，咱若毋知主的算法，咱就毋知主要安怎做。当看起来即个经文来讲，哇，保罗足危险啊咧！要安那，要用计谋叫伊带出去的时阵，要半路就要甲暗杀。即看起来敢若伫要无救啊，总是哪会无算着吼？即40几个人，即个祭司长，即个长老因拢无算着啥？即内面竟然有一个保罗的啥卫星啊！圣经中间无讲即个卫星安怎来，无讲即个卫星是安怎迄阵咧遐。圣经学者讲有可能，即个卫星其实都是因40几个人的中间的一位。咱毋知会听会着，无就是祭司长，也是即个长老，即个长老中间的一位。兄弟姊妹，当咱的心若知，
上帝要算数，咱若感觉毋对的代志，恐惊咱就爱亲像即个卫生啊安尼哦，较紧对主的声，较紧去甲保罗讲，去甲讲，有即项代志人要杀你呢。保罗真有智慧对主遐来，伊就甲讲，你较紧叫一个排长吼，百夫长，百长吼，百总，歹势，毋是营总的，啊，百总吼，去找千总的，啊，即个讲，啊，袂使乌白共讲哦，较紧走去千总遐，千总看到伊来，牵伊的手，啥物代志？伊就甲讲哦，人要杀即个保罗，哇，这看起来是百书无一漏哦，拢设计甲好势好势安尼。千总啊讲你，我还讲你袂使甲别人讲，这千总较紧较紧安排3更半嘛，甲谁送走？保罗就出去送去，即个出声去吼。那按照圣经来讲，我即个版本啊有写暗时9点。9点出城，而且派偌济兵呢？差不多400，才加的吼，470个以上，为着一个保罗上帝的路步。兄弟姊妹，你若是上帝囝儿，上帝会调保护者天君天使，就是反对你的，要掠你的人，伊嘛会想办法安那，正做上帝的工具要来救你。这个千总的就是安尼。伊就是派大军来送保罗出城出去。若按照这来现代来算吼，半暝安尼因走偌济呢？若开车来讲，因是徛身吼，若开车来讲是爱80分钟的，迄是足久的呢。因为迄路拢无好行，总是咱的主啊啦，就是有办法。咱的主伊是甲遮个算的是同步，甚至安那超前部署。咱的主是不错误。所以，请兄弟姐妹，请咱放心，咱放心，上帝一定有办法。别人咱无法度去防，总是咱的主会用各种的方法，互咱无遮个安那受害。咱的主伊绝对不早到，但是他也不怎样迟到。阿妹，就是迄拄好的时阵，兄弟姐妹，你即摆有咧听候啥物代志无？主就是拄好，他就是掌握的先机，甚至于他掌握那个时机是刚刚好。咱看啊，这个经文继续哦，咱的主就互保罗去甲这个千总伊写一张批，搁去总督，讲这个人我查袂出伊有啥物该死的罪啦，无迄个爱家绑起来啦，只不过是因咧冤家啦，律法上的看法无共款的争辩尔啦，所以即个无啥物，兄弟姊妹，经过遮个代志，咱有领受啥物？或者是即马疫情的关系，阮伫前几工，佫听到有人去猜测昨即个和平教会牧师嘛来讲，因教会有做旅行社，兄弟姊妹，咱有安尼信心，讲上帝一定有办法，而且伊袂提早到，总是伊绝对袂迟到。咱有安尼信心无？信心即个是咱的喜乐。是安怎讲？有信心甲咱斗阵，咱就有喜乐。兄弟姊妹，咱若边仔的人有无够信心的，咱有讲来，咱斗阵来倚靠主。咱上大的荣光就是咱会当徛伫无信的人的中间，亲像保罗共款。咱虽然环境无好，总是咱犹原会当靠着主互咱的话语，咱来会当得胜，得胜。张和平长老教会牧师即个葛兆新牧师看到伊，我就想到这项代志，我就当面。我正正有甲伊见面，总是我无甲伊有时间咧讲话。我会记我要来家人教会见证，今仔日的加油见证内面嘛有写着我55周年的即个见证。我知影是要派来遮的时阵，我拄好有机会6月底我去和平之路长老教会，我去拜见一位真后带青年的牧师葛兆新牧师。我自我推荐。我下晡就去参加，我总共参加他们毋知4场啊几场礼拜，拢无啥共款。我就甲伊讲，牧师平安吼，我是台湾圣汉医毕业，我即摆要来家人长老教会做青年的传道。咱敢知影葛牧师讲
讲啥物？而且伊伫足地所在拢讲，伊讲哈，咱总会哪会歹？你即个年纪会去做青年啦？人算毋是安尼，是无？总是上帝算啊，真奇妙，算上帝算就较准，感谢上帝，互咱愿意顺服，心搭上帝心活咱的心，互咱会当超过遮人的计算，咱就会当脱离遮的人的计算。接落来，遮的经文就讲，哇，即个来到总督遐，就问保罗讲：你是叨一省的人？是安那？因为伊要搁甲派去别位，要搁等待即个要管伊的即个人。兄弟姊妹，咱的主拢掌管遮的，只要咱对主有信心，咱对主有盼望，咱心知影我是属伫叨一个世界。我相信保罗伊心内有一个确信。咱敢有即个确信？咱是属伫上帝的人，咱是毋是属伫上帝国的人？咱是毋是属伫上帝世界的人？若是，咱的想法，恐惊着爱甲主是担心的哦。咱若甲主无担心，真歹势，咱选的定定拢选毋着边。咱定定会感觉狗较大，一日到晚着对伊1直学。然后逐工咧拍拼3、4我看伊当到石尾，结果去到石尾时，发现你是上尾，因为你被除掉，你变1/9，不是1，因为伊敢若是上帝唯一的上大。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盼望是盼望伫倒？咱的盼望是盼伫即个绝对的算法的主，毋是在地人。兄弟姊妹，咱若甲主心活心，就真济奇妙的代志发生。咱知保罗对答了后，伊是属伫叨一省的，迄个省的人要来审判伊，这阁是一个新的过程哦。总是无要紧，保罗伊敢若一句话，阁有主甲伊讲：你放心。我会带你头前的路，但一句话，伊就是可以去掉，来帮助伊度过遮的，互伊有盼望互伊有信心但一句话，咱斗阵来读一句好无？请。为着要行完我的路程，完成主耶稣交代我的任务，通见证上帝恩典的福音，我完全无少家己的性命。阿门。伊早就想要为主。赔命付出性命，正人有讲，甚至伊叫是伊伫耶路撒冷，伊就要为主死，因为足想要死的人。兄弟姊妹，咱敢有即个感觉艰苦到要讲哇，归去死会较紧啊！兄弟姊妹，若毋是时阵，请咱小等下，足多嘛地，毋好家己想办法。咱的主，伊会算。伊会晓，伊绝对会有办法，伊袂早到，总是伊嘛袂迟到，就是拄好的时间，伊就要来带领咱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咱知无？伫保罗伊经过20章，伊所决定的要为主死无去，甲耶路撒冷今仔咱看，伊顺利搁去互送出去城，伊嘛死无去哦。所以兄弟姊妹。若毋是上帝的时间，你想要死，你嘛死袂去。总是你若毋好讲，我若死袂去，我著凊彩活，毋是。当我若死袂去的时阵，我讲主啊，我要为你活。保罗就是安尼，过来即几年，今仔经文了后，即几年，生育足济拢是伊写的。兄弟姊妹，敢好？伫咱即马开始教会，咱逐个拢。伫教会中间，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职分，敢好？职务，咱无一定有积分啊，因为无法度每一个人拢做长老嘛，无法度每一个人拢做执事嘛。总是敢会通好，每一个人领一分就好，一分，每一个人一分。讲主啊，我愿意为你完成你交托互我的任务，安尼我活了有价值，因为主你要甲我算数，主我要甲你心大心。我才知，
主，你要我做啥物？咱听起上帝声是真好，总是上搁较重要是咱要听主的心。咱上帝中会有一个牧师的妈妈是即个听无的，所以你要叫伊，你喊搁较大声，有路用无？无路用，要安怎？听袂见的人，你讲你来，伊拢袂插你，你要甲伊计较无？袂嘛？咱一定爱来伊的面前，对不对？甲摸，也是安那，即个牧师嘛你甲伊面对面就会使啊，是安那？哎，你来了，看嘴型，兄弟姊妹，咱的主知，咱有当时咱嘛臭耳人啊，有臭耳人的举手，感谢主。咱对上帝话，咱嘛臭耳人，但是咱的主会气咱袂，因为伊知，伊要用伊的心来影响咱的心，伊甚至会甲你呼呼的，甚至伊会来去你的面前。兄弟姊妹，咱敢知上帝的心？愿咱会当听见上帝的心，比听见伊的话的能力搁较重要。当然，咱嘛袂使袂记哩上帝的话语，请咱会记哩，上帝袂提早到，他不早到，但是他绝对不会迟到。咱敢知伊的心，伊知咱的心，总是咱敢知影伊的心。好无？咱三甲来唱，来看一个影片，哈，足地哦，这是要创啥？你敢知伊的心？有听到无？咱伫遮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欢迎你来当志工。是啊，咱要做不断咧做影片。兄弟姊妹，即世界的人毋知咱的心啦，即世界人毋知听无咱的声。伊要甲咱合作的时阵，伊拢送来去看有偌济人甲咱按赞嘛。所以咱拄则已经有伫楼骹有个录影，那遐嘛欢迎大家帮咱教会的协会会当按赞。即世界的人，因嘛透过协会知影属地主的即间教会甲协会到底是咧做啥物？咱的主真伫意咱的心，咱有伫意主的心无？关键的主，咱爱来搁较熟悉伊，咱就搁较有信心，而且咱爱信靠、倚靠，互伊来带领。毋好咱家己搞，想讲搞要去到遐，要即边主无讲我有主有伊，主就是有主就是唯一的倚靠，有主就咱有了一切。咱要来唱即首回应的诗，我的心伫着俄罗耶和华，请咱起立。我的心你着俄罗耶和华，毋通袂记哩伊的恩惠，伊写袂你拢总会做甲歹，要医好你拢总会变。我的心你着俄罗耶和华。下面的龙。
泽长老，搁来唱这首歌，有真侪咱的祈祷，兄弟姊妹，我的心，咱的主关心。三角来念，天律。耶和华，你是我的主，我感谢你，予我有有限的生命，竟然会当甲你无限的听来结连。主啊，唯有你是我的主，除你以外，我无别的拯救。我要感谢阿罗你，因为主，你关心阮的心，愿阮的心。甲你相活，互阮明白你的旨意，阮嘛照安尼去行，真多，阮一生上大的祝福。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即时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日。爸上帝，阮感谢学了你的名，阮搁一届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这是你的恩典，引带阮的脚步。阮嘛要伫别人的需要下顶悬，看到阮的责任，将你即个宝贵的福音传到阮还未信主的亲戚朋友。即时阮奉献阮的金钱、财能、时间，要成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你感觉，阮安尼。感恩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这是请尤牧师来报告。大家平安。咱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咧敬拜的兄弟吼，来欢迎阮芳如姊妹吼，伫咱中间吼，都参加献诗，也有参加得福啦吼。来廖万兴兄弟吼，咱来欢迎，最后来参加咱的德福的祭典的活动吼。来，搁有蔡朱斌兄弟吼，伫咱中间咱甲欢迎。拜访嘛来伫咱的德福吼，已经洗礼啦吼，咱感谢主，请坐。李威吼陈美琪咱甲伊欢迎吼。咱的兄弟拢真招呼吼，因带因先来得福吼，来伫互这据点作为伫遮来活动吼，嘛真欢喜因来参加主日的礼拜。其他佫有头一遍来，毋捌甲你介绍过无？若无，咱做伙来看周报几点的消息吼？有无？迄个来，是妈妈伊阿姨啊吼，阿姨吼，咱家欢迎吼。请坐吼，带头城吼，咱来看消息咯。我先讲者吼，就是讲咱伫礼拜中间吼，咱。即马手机也真方便，拢是叮咚叮咚安尼所以咱若袂晓讲甲伊关静音，也是讲你伫迄个LINE中间，你会当甲调静音，安尼你就免讲半暝嘛甲伊LINE，你嘛叮咚惊你着生惊咧所以若毋知来问牧师，来问咱一寡遮个对了，安尼较袂影响到礼拜中间遮个特殊互咱人专心伫遐来敬拜这先甲咱讲咱可能若有一寡遮个报名已经报名伫这网媒这手机的课程恁嘛会当问老师我这个咱要啥物要哪甲控制安尼较袂讲吵活人啦好，咱后礼拜是感恩节咱献上咱准备咱心内感恩献上咱感谢，毋是甲咱讲后礼拜感恩节我甲来感恩，是每一工每一时每一刻，咱拢常常爱安怎爱感谢？为什么？为什么？咱若食落袂通袂消化足艰苦对无？咱的志香长老的妈妈都是安尼分姐伊着肠仔袂通肠仔袂通，就爱手术的，手术了感谢主讲会通啦安尼所以要食物件，咱爱感谢无？爱感谢较有法度消化对无？所以互咱食了袂大苦，佫有勇行安尼嘛袂伤瘦。咱伫即个影音的部分咱需要有一寡遮同工。如果你若对即方面有一寡遮文书，也是讲想要伫遮来学习来服侍导演，也是遮
影控的部分吼，咱会当伫公宝南，以后公宝南伫遐来填写，也是如山长老伫遮来报名。咱伫今仔日的下昼吼，核心当中的退休会吼，请咱各咧叮当啊吼，所以这你甲关者吼，1点吼，伫2楼来完成报道吼，请咱遮的所有应该出席的核心的同工请咱注意这个时间，准时来参加。新德中会妇女事工部吼，即马是助理长老咧做部长啦吼。今年的年会吼，感恩礼拜年会伫咱教会，那么鼓励咱遮的姊妹啦吼，姊妹咱也会通做伙伫遮来参加吼。你若要参加，报名费是100块午餐吼，中昼顿甲助理长老来报名吼。咱手机吼，拿手机当完美啦吼，就讲你知影安怎翕吼，面较袂遐大吼，面较水吼，伫遮有即个课程60几位是年长者吼，足踊跃的。不过真可惜吼，一寡青年少年的，也是讲较30-40岁的吼。可能家己较厚的款，也是讲较有法度自学。不过咱即回有请迄念影的迄专门的老师来咧教吼，所以教咱讲安尼翕相吼，会较水吼。所以伫遮下一章吼，下一章，即个伫10月28开始有6堂吼，6堂的课程，请咱若有报名的吼，请咱准时来参加吼，保证金500块吼。像你哪会想请假1遍哦，请假2遍，你就将这500块奉献予咱的生命教育协会，安尼好毋好？好。不过咱若安尼学6堂课，应该互你着真够翕啊吼。所以伫遮咱做学习，翕了毋是讲吼，伫遐敢若凊彩铺，意思着讲透过遮有一个管道，要甲即个世界人接触。互伊有机会会伫遐来了解教会，正义到入教会，所以遮个真好的一个手机伫遮吼有好的运用，用伫方面顶悬，搁较好势吼。好，其他的请咱家己来看吼，家己来看。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因为已经有这个热心，就得到接纳。是照人所有的，毋是照人所无的。哥林多后书8章12节，搁一遍。因为已经有这颗热心，就得到接纳。是照人所有的，毋是照人所无的。哥林多后书8章12节。咱做伙来唱祝福的诗。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临时煞请老牧师来祝祷，请会众起立，咱来吟全首。愿主耶稣拯救的恩临到伫恁，互恁伫各种的情形、各种被设计中间，主要拯救恁，互恁无伫即个网络内面，互恁会当得到国活，因为主是国活的主。上帝永远无改变，会听要成做恁的健康，要成做恁的引带，要成做恁甲人的和好的管道。诚诚要甲恁三甲伫底，对遮出去，转去到恁的厝，转去到恁的公司、工作的所在、社区，每一个角落，伫迄个所在，要成做光，要成做盐，
有主的平安甲喜乐，甲你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倒。咱个礼拜到这完全说咱一礼拜充满上帝恩典，彼此伫遮来请安祝福。